Hello，大家好，我係阿 Man 啊。今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發表咗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啦。全城嘅焦點咧都係放喺呢個經濟增長預測啦、樓市走勢同埋各種紓解民困嘅措施上面啊。但係呢份預算案背後咧有一筆早前咧已經公布咗嘅預算開支，今日咧再次成為討論嘅焦點喎。就係用嚟收購大埔雲福苑7座樓宇嘅40億嘅公帑啊。其實由長遠安置方案上面咧，上個星期六嘅2月21號公布咗之後咧，社會上嘅討論咧一直未有停過嘅。有人話收購價太高啦，浪費公帑；亦都有人話咧災民係無辜嘅，政府出手係應有之義啊。其實兩種聲音咧，正正反出呢件事嘅複雜性啊。一邊咧就係公帑嘅運用監察啦，另一邊咧就係災民重建生活嘅需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跳出嚟，單純睇下抵唔抵呢個爭論，用另一個角度睇下呢份方案後邊3個核心嘅詞彙啦，務實、體恤、嚴謹，同埋咧仲有咩位置咧值得我哋繼續思考嘅。首先啦，我哋要問一個核心嘅問題啊，就係呢受影響嘅居民咧，到底想要啲咩呢？而根據政府一戶一社工嘅詳細調查咧，有80%嘅居民首要嘅訴求就係一個快啊。呢個數字好重要嘅喎，佢話俾我哋知道咧，絕大多數嘅居民咧渴望盡快解決長遠居住嘅安排啊，唔想喺啲不確定中咧漫長緊去等待啊。社會上有聲音啦，話原址重建啦，聽落好似好理想，但現實嘅係咧，重建需要先處理業權啦，再清拆，然後施工，成個流程行完咧，起碼都係10年之後啦。10年對好多長者同埋啲居民嚟講咧，等唔等得起呢？呢個唔係安置，係煎熬啊！仲未計重建之後，到底有幾多居民仲想搬翻入去住呢？而政府今次提出嘅收購方案呢，正正係回應居民要快嘅核心訴求啊！俾你選擇收現金啦，或者樓換樓等，你可以即刻重新置業，重新開始。呢種做法呢，先至真係叫急市民所急，呢啲先係以民為本咯。跟住我哋睇下具體嘅收購金額啦。政府提出嘅收購價未補地價單位咧，每平方尺8000蚊；已經補地價嘅咧，每平方尺咧係10500蚊。而根據測量師嘅估計雲福苑嘅市值大概係6000同8000蚊左右。換言之咧，政府出價咧比市值高出30%以上嘅。而測量師學會會長亦都公開承認啦，呢個價格咧係合理偏高嘅。我認為啦，當中包含恩恤津貼嘅成分。呢個日價代表啲咩呢？就係代表政府唔係單純賠償一間屋俾你咁簡單而係預鬆一筆錢，等你可以喺同區買翻個安樂窩啦。無論你想揀原區或者係去第2區，呢筆錢咧都足夠你應付啦。仲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火險賠償嘅問題啊！香港保險業聯會嘅專家講過啦，處理火險嘅索償咧涉及複雜嘅法律程序。要同保險公司商討還原嘅範圍啦、費用啦，隨時傾幾年咧都係冇結果嘅。而政府嘅收購方案咧，等同為居民承接咗火險相關嘅複雜法律程序同埋時間成本令到居民唔使再為呢啲嘢煩惱啊。當然啦，任何涉及公帑嘅方案咧，都要面對社會嘅監察嘅。政府預計總收購成本大概係68億左右啦。需要動用嘅咧，約係40億嘅公帑。有意見認為啦，呢個數目太大啦。但係大家要明白，今次受影響嘅範圍同埋深度咧係前所未有嘅。市場嘅機制咧已經失效㗎啦。如果政府唔介入咧，居民幾十年嘅心血隨時化為烏有啊。財政司副司長咧已經清楚表明今次嘅做法咧係特殊情況，唔會構成先例嘅。政府喺審慎理財同埋體恤民情之間咧，已經盡力做到取得平衡㗎啦。至於未受大火波及嘅雲志閣咧，政府暫時未納入收購嘅範疇呢個決定背後咧係對業權嘅尊重。畢竟雲志閣冇受火災直接破壞政府唔可以用公帑強制收購嘅。但政府亦冇關上大門只要有一半以上嘅業權同意咧，就可以開始商討㗎啦。呢個立場咧體現咗嚴謹同埋尊重並行嘅原則講到雲志閣啦，我認為係呢個成個方案入邊最值得深思嘅部分將來成個雲福苑得翻一座，管理費點樣攤分呢？
公共空間點樣打理呢？大廈維修費點樣應付呢？地契同埋公契需要修訂複雜嘅問題，邊個嚟負責呢？呢個全部都會成為業主將來嘅煩惱啊！咁我認為啦，政府可以透過解說同埋專家隊同居民分析同埋唔同嘅選項嘅利弊啊，幫佢哋了解將來可能面對嘅財政負擔同埋法律嘅問題。咁如果將來有相當比例嘅業主都希望出售啦，政府咪可以考慮設立機制，協助居民集體商討點樣去處理咯。咁總括嚟講啦，今次雲福苑嘅安排方案呢，係一份情理法之間取得平衡嘅安排。佢尊重咗80%居民要快嘅民意啦，喺收購體驗咗體恤，喺公幣運用保護咗嚴謹啊。火災無情，人間有愛，呢份災難呢，令到我哋睇到香港人嘅互助精神，亦都見到咧政府願意特事特辦嘅決心啊嚇。咁當然啦，任何方案呢都冇可能令所有人都滿意㗎啦。咁雲置個處理呢，公幣嘅運用，社會依然可以繼續討論嘅。咁但係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啊，對受災嘅居民嚟講呢，盡快結束不確定，重新開始新生活先係最重要嘅事情。與其喺度爭拗抵唔抵，不如大家諗下點樣幫災民早日告別傷痛，重新出發去復常啦。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